門口 L 型鞋櫃設計，右面超大寄到頂櫃，有開放格可以擺嘢，仲可以坐住換鞋添。電視牆 U 型燈槽造型，使用反射燈光設計，光線柔和有氛圍，唔會刺眼㗎。廚房呢個位置原本係鑽石型嘅，依家拉直咗，係咪試正啲呢？雙眼皮吊頂加燈帶，見光不見燈，氛圍好，光線均勻不刺眼。洗手間同埋房間都係標準嘅設計嚟嘅咋。當然啦，重點係客戶想要啲乜嘢風格，一定要同我哋講啊，因為個單位裝出嚟係你哋用㗎嘛，我哋會提供專業嘅意見，同你定個最啱你嘅方案㗎。主人房係分開3個區域，分別係活動區、榻榻米上面係休息區，自帶起大收納空間，咁你啲行李箱同雜物就唔使驚冇地方擺啦。摺疊門拉開就係衣帽間啊，冇咗門板同中立板嘅阻隔，可以擺好多嘢㗎。右面係全新鏡，靈活性超高㗎。